不是我的意思是话筒，我现在能说的吗？它已经开了吗？喂。我以为它有关掉了。好，欢迎现场的各位来宾。好，欢迎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我们所有的戏迷朋友，来到今天越唱越有戏2019中国诸暨站全国名家名票戏曲演唱会现场。距离我们演出开始还剩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同时在这儿也是再一次温馨提醒，本次演唱会越剧之家将进行全程直播，请全体观众保持现场安静，不要随意走动，请将手机调至成静音模式。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好！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保证有一个良好的欣赏表演艺术的环境，请协助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如果您带有手机，请务必关机；二，请整理好您可能随身携带的手袋、塑料袋等物品，以免发出噪声，影响其他观众欣赏演出。三，未经允许，请不要在场内摄影、录像和录音，严禁使用闪光灯。四，剧场内请勿饮用罐装饮品。最后，如果您有什么要求或需要帮助，请找我们的礼仪小姐或先生。再次感谢您的光临。五旗红旗风飘扬，神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风向繁荣富强。
文化名城，赏名家名票风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林珊，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相约在此，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这一场盛会。这里是由诸暨市委宣传部主办，由杭州红杉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由诸暨嘉丰机车俱乐部、诸暨枫桥、飞羽香斐、诸暨永利五月广场粤剧之家协办的粤唱粤有戏2019中国诸暨站全国名家名票戏曲演唱会现场，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同样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诸暨甘茶渡时代广场店和老李饺子的盛情赞助。粤剧这一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剧种，在1个世纪内创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神话。它从简单的田间说唱，迅速演化为一种完善的舞台曲艺，并一跃成为中国第2大剧种。100年来，粤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博采众长，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艺术品种，拥有广大的观众，在漫长的岁月里给人们带来纯美的艺术享受。今天，名家名票们欢聚一堂，在文化厚重、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西施故里诸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共同表达和抒发热爱粤剧、支持粤剧的美好情怀。那同时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一台流派纷呈、精彩绝伦的2019粤唱粤有戏全国名家名票粤剧演唱会。首先在这里将为大家非常荣幸的介绍一下莅临本次演唱会的各位领导，他们分别是浙江省原文联党组书记处书记、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蒋建东，欢迎您。原诸暨市市委副书记蔡汉良，欢迎您。在这里再一次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还有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有戏迷朋友的到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披荆斩棘，70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昂首阔步迈入新时代。刚刚由嘉兴市粤剧团、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文化奖得主王芳、崔雪君、杜佩英、沈美芳、严玲英、何小玲、朱梦兰为我们带来的70周年特别献礼节目《红色记忆》，抒发了对党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无限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的是获2010第3届顾惜东杯长三角粤剧大赛金奖10大名票，2013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获年度最佳演员奖蒋自强，给大家带来《白蛇传》选段《断桥》，让我们掌声有请。急忙忙奔策了平山转与娘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越剧发源于浙江绍兴及古越国所在地而得名，曲调流畅，戏文优美，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越剧《九金姑娘》更是家喻户晓。那接下来要有请的是我们诸暨名票朱黎春、詹昭君给大家带来《九金姑娘》十支筒，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早上南京十家高门开，12老十只农民叫我呢，用点一分没得热，差一点丢掉一副苦洞袋。阿爹侬不要把钱抬，十只农民有啥难？阿侬还帮侬来采家菜，帮侬吃上盐蒸坏了。
袁雪芬主演，由鲁迅祝福改编的《祥林嫂》为粤剧改革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标志着粤剧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粤剧在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由原嘉兴市粤剧团主要演员，曾获浙江省10大城市戏曲演员辅导奖、戏剧汇演2等奖、嘉兴市历届粤剧获奖专业演员、汇串大赛最佳演出奖严玲英及搭档诸暨名票童彩芳表演《祥林嫂》选段《洞房》，让我们掌声有请。哎呀，你们这都来叫两个。是的呀，他们啊，哎呀呀，跟等一下，哎多，哎，我哥哥你，他不知道的呀。说你力气大，讲到配，让我委屈，让我委屈。你不要害我，我害你什么？我花了这些多财力，倒不要去杀他。你要是尽死灭活，闹出一条生命来，这不是害我吗？讲到配，让我委屈啊！你到哪里去呀？这里就是你的家，若不我说动，我会对你好的。谁生是你？讲到配，让我委屈。都是为了呀，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你们为不讲好，你们何后把我抢来？为不讲好，讲到配，让我委屈。哎，真是天晓得啦！我老罗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情同理好大过。我虽是身长3牙一出门，强凶霸道我不为多。讲到配。寡妇到不出，他是你手
家贫无计难随花，四季愿意家当夫。什么事情而已啊？对了，他万生一为将的万大户，二为小讨媳妇，不花去这里那特钱，家内结万不算数。80钱，是80钱，你还不知道？于是回头如一把
要紧的。来，喝碗茶吧。 只要我们不怕吃苦，慢慢想办法。只要我们，我有的是力气哟。祥林嫂。 后老龙，心底所良人不错。好，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感人肺腑的演唱。越剧是在一个全国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地方剧种，其秀美典雅的艺术气质和细腻委婉的表演风格，在传统舞台艺术上独树一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先生的弟子、首届全国越剧徐派大赛银奖、长三角顾惜东戏剧节艺术越剧大赛金奖获得者张卫红及越剧著名表演艺术家 王文娟先生的弟子，嘉兴市青年演员1等奖、浙江省戏曲小百花汇演优秀小百花奖吕慧娟带来越剧经典名段《追鱼》《书馆》《关灯》，让我们掌声有请。
情银往常。空对子议论明远，真乃我把转愁肠。唉，想我长子弟娘在世之时，与丞相金宠子女，每旦小节，有年定下婚姻，不应亲王交代，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岳父见母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呀，就命我在别部贷款操当公诉。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无奈每旦小姐心意是何？唉，好不完门生意。他今后三代不再
比张玉，真乃是无缘难把龙女情。今晚多怪小姐来，莫非眼前是梦境？不到一元一不白。
问世间情为何物？真的是叫人铭心刻骨。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演唱会进行到这儿，我们欣赏到的是小生和花旦两个行当的表演。其实，在越剧当中，除了小生和花旦，老生和老旦的行当也非常的出彩。那接下来将欣赏到的是由王芳、沈美芳、杜佩英、严玲英、何小玲、高晨芳带来幽默诙谐的网红曲目《碧玉簪》选段，手心手背都是肉。此剧目曾获嘉兴市戏曲大赛金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个心肝宝贝。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老师精彩的演出。白素贞仰慕人间，携小青来到杭州。西湖雨中逢许仙，许仙借伞于白素贞，于是故事就发生了。粤剧七派花旦长三角顾惜东杯票友大赛群星奖以及中国戏迷网黄金搭档达人赛银奖获得者，我们全国粤剧名票大赛铜奖获得者严凌春以及慈禧名票韩钢花，接下来将为大家表演《白蛇传》选段合播，让我们掌声有请。为了你，一波听情儿
好，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演出。碧草青青花盛开，花间蝴蝶成双对。历经磨难情不改，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的爱情故事已经家喻户晓，越剧《梁祝》更是经典之作，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我们的越剧当中，所有的小生花旦的各个流派都演绎过《梁祝》，而且很多都唱段非常的脍炙人口，经久不衰。那一段非常著名的《18相送》，唱的就是祝父催归，祝英台与梁山伯18里长亭一一相送的情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本次活动的总策划徐萍萍及她的搭档策划人何迎春为大家带来《梁祝18相送》，让我们掌声有请。两兄快来！
兄情比金，小弟替你来做大媒，夜里替我来做媒，大女子千金是哪一位？谁是我啊？我家小菊妹，弟子你两兄可惜。菊妹与你可相像，鬓毛谁像我应该。此次多谢眼皮来两兄一花轿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那同时两位老师也是本次活动的策划人，非常的辛苦，感谢你们。时辰八字排分明，文秀要算自己命，别人的命我不会算，自己的命我算得准。越剧何文秀算命讲述何文秀金榜得中，到海宁微服私访，正逢妻子为他做3周年，因张堂未除，怕走漏风声，没有马上和妻子见面相认，假装算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越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弟子、浙江省小百花汇演小百花奖高晨芳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嘉兴市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获音乐剧《五姑娘》文华大奖、越剧小戏大赛金奖获得者沈美芳，浙江省评弹表演比赛金奖、全国长三角戏曲比赛金奖获得者朱梦兰，为大家带来何文秀当中的哭牌算命，让我们掌声有请。哎，不那边，哎，不对，对，放这里，放前面一点啊，这样不要紧，我自己会。哎呦，放前面，这个凳子放前面。我不要紧，我等一下会放的，不要紧。查是困相随命啊。
年数个？啊，妈妈，我测试算命走暖唱播，这黑人们还是第一次嘞。第一次。妈妈一定认错了。哦，认错再认错再。哎，先生，请。请问妈妈，你要算的男命还是女命？是男命。请报时辰八字。哦，我去问嘞，我去问嘞。来人啊！侬把女婿的时辰八字快报来。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哦，晓得在，晓得在，先生，我问来在是丁卯年，癸卯月，丙。哎呀，丙哦，我再去问来，再去问来。丙申日，辛卯时。哎呦，这个。哎，我算嘞。个算嘞啊！要是算不准啊，当了你的责备。啊，妈妈，我一不搬家，二不逢人，照明实算。妈妈听到。17岁上有在心，哪个在心啊？他可比孩子不调，突然突高些万分，引得红鸾喜心肠。龙凤雷女此定婚，侬听见外表妓女红美人，是人情。哎呦，对个对个，先生，侬算个啦，跟我闺女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啦。哎呦，妈妈，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先生，那么后来呢？待我算来。哎。17算到18岁，哎呀妈妈，哎呦，做啥啦？18岁有逢大难行。老有此在飞来红，人民官司把为生。民安小人安下来，手出还原民难人。
还好啊，是还好。人啊，死脱在还好得差。因为有风贵人心，贵人讲究得从生人。今年正当21，金榜得中出动情，梦想夫妻互相为。在地靠，是我的闺女儿啦，先生，我老实告诉侬吧，刚刚说一个难民啦，是我的闺女婿，冤枉死了已有3年啦。妈妈，既有冤枉，因我不去申冤告状。告？哎。我母女几次去喊冤，男的长当全是大，我是冤呀富呀全告别，都是一等半子滚车呀，那就再往上告。那只猫儿不退婚，那不怪不团长，只恐他爱冤半子真厉害。为官清正理操当，天命不是不寻经，你能去高堂，一定能够伸冤有介好的新闻大人啊，搿倒我也要去试一试的。要试一试。哎呀，就是不晓得到啥地方去写状子呢？状子我会写呀，啊，先生还会写状？会写。哎呦，定金啊，快去拿纸笔念嘛来。不用啊，我这里有。哎呦，先生有我，先生有我，定金啊，快去先生我们。哎，先生，我们还没有说继父的冤枉，你怎么提起笔来就写呢？还被张当所害，这冤枉嘛，刚才算命都已经算出来了。写好，妈妈请看。哦。哎呦，我老太婆一个字啊都不识个啦。哎，定金啊，哎，快拿进去，叫你来一起看写得对不对？啊，先生，搿请我那人当真是个清官。亲自说明日金，妈妈放心便是。哦，要是上旨告正，我的女婿生了冤枉，干嘛要好好的写？哎呦，妈妈，哎呦，写也能在。妈妈，这件事上次写的真好。我们家里穷，没有银子给先生。这件事这里有继父的啥子送给先生，表表心。哎呦，我还是我的闺女儿想得周到啦。
先生，我屋里穷，没铜钿好拨侬，喏，这里有双鞋子，就送给先生。不用不用，哎呦，拿去吧，拿去吧，哎呦。多谢妈妈。哎呦，难为情过，难为情过。哎，先生，鞋子落脱在。哎呦，先生。啊，妈妈，鞋子落脱在。鞋子我收下一只，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做啥？所以下子认得夫妻相会。哦，夫妻相。好，再一次感谢3位老师精彩的表演。习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兴，国运兴。而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戏曲和传承的发展。那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有请张卫红和吕慧娟为大家带来《孟丽君游上林》，让我们掌声有请。丞相请啊，万岁，请啊！
我苦心，直至今日有上林，君臣同乐应君心。知情文在世人也风雷，真要你决心。大将，你我去马过桥龙，过上桥去，西关用上燕子勇。万岁，你听啊，李青，请我万岁请
方，明日百里，此刻莫少国人之心咯。万岁！少日园中各自掌灯，你我君臣同往天下观。啊，同意一正时候啊！哎呀，万岁！离去，随我来呀！好，再一次感谢我们2位老师精湛的演技。那接下来将有请的是我们诸暨越剧团副团长、国家1级演员、特邀嘉宾张晨英老师，为大家带来舞女拜寿中的经典唱段《哭别》，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儿来。
开心。好，再一次感谢我们张成英老师精彩的演技，来，让我们掌声再来一点好吗？可以感受到今天现场所有的来宾、所有的戏迷朋友，真的都是非常的热情。蝶门良缘一朝定，心若磐石永不移。千百年来传颂不息的《梁祝》故事，美丽动人，深受人民大众的普遍喜爱，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其中《梁祝》楼台会更是扣人心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粤剧名家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国家1级演员范派小生魏春芳老师和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国家1级演员副派花旦周燕老师为大家带来《梁祝》楼台会，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秋意重逢两三杯，倒叫我一丝欢喜伤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美满姻缘已想起了宋玉姐，伴送岁月，为兄我困到了你的耳湾后，四经见你，恍若梦境，应得读书时节，你我兄弟相称。今日我被曾以眼底万事似镜，不妨改成兄妹。哎，应得也妹。
应待锦瑟复发。两兄，哎，是应待为家义恩。弟弟做此，已将我许配马家了。马太岁之子，应该，是教育在长定四十来，已是高家中女路小姐，七岁就没心思的，你为何又许那两兄啊，难道你小妹心里藏我不妻愿嫁与马粪家，怎会是弟弟泄了父女心，他不肯把马家请来弟弟不肯把亲来，我两家花轿先来抬，望曾请来老师傅做家庭上手起来，听我就是若算开俺的不能去我不的我算父的朋友成伤妻子的我是做夫人当他是你父怎可弃兵而赴？就因马家有财有势，便可插山令我应允。倘若他们再不应允，我就以此场诉告到公堂。两兄，弟弟他此意已决，马家有财有势，你告他何用？两兄，是弟弟。
先生，你的位置已经尽了。所愿山贼洞察，岂是你察？380里相守，也没给我许婚配，女婿母亲，目睹我等。四母打破天际，女婿母一路狂奔来到祖父宁去救门。想不到，祖父马家已经离异，因为已是他死。怪女兄，我的玉梦不是君子，是女兄，我得要你的一百枚一生金，是女兄。也妹，玉秀想你。不想你，生
与子长寿，出此生与子偕老。非是你亲兄儿两兄，莫非是你生我儿的？死生契苦，与子成生，生子子孙，与子偕老。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名家老师，好吗？再一次感谢两位名家老师精彩的演出。悠悠山溪水，浓浓越剧情。越剧优秀传统剧目《打金枝》讲的是唐朝代宗年间，公主君蕊给功臣郭子仪的幼子郭爱为妻，她自恃是郭家的金枝玉叶，对郭爱及公婆都很傲慢，要郭爱对她行君臣大礼。少年气盛的郭爱因公主拒不为父亲的70大寿庆贺，出发了积蓄已久的愤满，回到宫中打碎宫门红灯，不行君臣大礼，并打了公主。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越剧名家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副团长、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吴素英老师。杭州越剧院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雪萍老师为大家带来《打金枝》闯宫，让我们掌声有请。再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好了。凳子你拿出来，卡在里面了。
是我当谁的？你当谁红灯是我意？我去为的是你，为我何来？我来问你，这世界之上何者为大？天地为堂，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这家之事，孝顺父母，出家之后你尊敬公婆。还有嘞，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寿，你为何不去拜寿啊？今日是汾阳王寿诞祭，烽火把官都到齐，众兄嫂呈上桌对来拜寿，只有我多是一生修有情，我理应这样做父你，你不去拜寿是何意？不知
要自讨，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掐鸟有高低，你是唐家的陈明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空啊！空啊！今晚你是金枝玉叶帝王女，为何与我配夫妻？此情既嫁与我，想该前去白首in哪里？事到君为贵，臣为贤，我岂肯与你国家把头低？这什么君臣分贵贱？就是那公公他是夜来白首送手礼。他听说奉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哇！既是东宫太师前来拜寿，宽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父王怎么样？他虽不能前去拜寿，也要配上一份厚礼，何况是你？不怎么你样。是汾阳王的儿媳，你是贵的妻子。你国家虽有些儿功劳，尽管看出狂言，藐视王家。啥不是我王家的恩宠，哪有你国家无子的富贵？呸！你修到国家富贵千长里，听我把旧事提一提。我身骑兵满荆棘，眼前的桃是天下花会里，一刀的江山从不弃，多亏那汾阳王国子女，那不是我父子们东荡西烧，乱争不转，才沙场。我爱你不怎能做皇帝？你，我爱你他一派狂言是旁飞，陈如君是何理？居公四大，理有三义。苗子君王把我弃。啊！我爱不得你进宫来，不得我迎君成礼。我爱不得你当谁红灯为公义，随我进宫去便礼，到凤凰家先去见高低。修长你父亲是皇帝，修长你是公子八成亲。我马爷今日要教训你。我倒要看你怎样的教训。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当你。你打，你打，两里不滚当。哼！我真的打我了。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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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爱国不自理，
这明年是亲子肉也去，当初后来我对不对？新凤凰翻配无牙齿，当谁知关难消齿。最差龙凤八宝衣，四门带路进内宫啊，少了你小鬼，我听说不比。是吧？哦，还有最后一个。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2位名家老师，好吗？相信也是让现场每一位戏迷朋友都大饱眼福。纵横越剧100年，百花争艳，徐派、范派、傅派、尹派、王派、袁派、陆派、毕派和七派流派纷呈，昭示着越剧的成熟，标志着越剧旋律的共鸣，以越女之声传遍大江南北，红遍长城内外。接下来，请欣赏崔雪君、朱梦兰、王芳、杜佩英、童彩芳、顾丽芳、陈欣怡、张晨宇、周婷婷为大家带来越剧流派联唱，让我们掌声有请。把水姐妹亲亲。
无限欢乐在今宵，伴随着喜庆欢快热闹的粤剧流派纷呈大联唱，2019越唱越有戏全国名家名票戏曲演唱会诸暨站到此尾幕。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所有的名家们和名票们来，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有请各位老师上台。感谢各位名家名票老师。感谢各位名家老师、名票老师，今天为大家送上这一场非常精彩、非常盛大的粤剧演唱会。也再一次感谢每一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每一位戏迷粉丝朋友们